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也有10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继续在传，实体牛排店相关的案例佫加7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毋若飞长途的旅客爱踮机场做 PCR。飞亚洲底道的，亲像是印度、东南亚入境咱台湾的旅客，直到飞行机同款爱伫机场随做 PCR 采检。国内新冠本土疫情，19拜三新增加10例本土的个案，其中桃园、四体牛排互相烧话，佫再增加7例，包含1月初7家族斗阵食饭的阿公，一家7个人已经有6个人怀着。1月初9有6个朋友斗阵食饭，对大人去的这细汉查某囡仔也确诊。其中有一位的同学的家里，他有姐姐哈，那爸爸妈妈一家4口也都染疫，所以这是衍生出来的哈，这总共是5例。另外，也有新北阿东病院护理师校生，伫出隔离期间出现症状，采检了确诊。新竹新增加1名女性确诊，100家确诊的一家4个人斗阵食饭，去过所在也甲联邦银行行员有共款的所在，是毋是互银行员画着也有待调查。上河指挥中心关心的是案例11950外岁女性，是桃园大南市场工作人员，因为是陪病采检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国内佫新增加1间防疫旅馆互相烧话，案例17082甲17298，2人有2天是住伫新北这间防疫旅馆，而且案例17082入境时就症状，经过这个病毒的序列比对发现，2个人的序列是完全都同款的，有是定调是防疫旅馆互相烧话案件，并且甲发病了案例17298改列做本土个案，这也是国内第6间防疫旅馆互相烧话事件。由本土疫情清悬，大家拢想要过来做疫苗。指挥中心讲，下礼拜也有一批新的莫德纳疫苗的到货，下一期也是有机会做会到。另外，为了及时来防堵这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对20拜四0时起，除了当地的航班，佫再增加印度甲东南亚航线航班的旅客实施落地来采检。检验的结果若是阳性的后送病院、集中检疫所，也是加强版的防疫旅馆。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昨下晡，东华大学城中校区接到通知，讲1月16日时有确诊者18116有去过学校，学校虽通知有用过钢筋教室100多个老师甲学生，即马爱自主健康管理，学校嘛赶紧大消毒。我们在下课之后，学校这边接到卫生局的通知，1月16号我们有确诊的一个校外的人士在那一个场地使用。因为我们活动借出的话，我们其实当天的晚上都有做整个空间的紫外线的消毒。那经过3天之后，那是现在才有学生在做使用。那我们今天晚上也会针对学校的这个空间再重新的这个大消毒，也会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相关的场所会做消毒。学校是讲有接到通知，讲有确诊者的卡者伫1月16日时捌去过学校，若去过迄间教室是2、3天了后，才佫有人咧使用，嘛已经消毒。有通知用过钢筋教室的老师甲学生，即马爱做好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因为在教室讲逐暗拢有咧消毒，1月16日负责消毒的工友，学校嘛赶紧叫伊去做 PCR 采检，而且要求伊这几天毋好去学校。来关心，伫桃园的疫情是也咧传，中立即马佫新增加一个学生囡仔确诊，桃园目前已经有17个囡仔去围着。另外，伫桃园的永梅有一间电子公司嘛有员工确诊，桃园的大南仔市场嘛有打头发的员工去染病，毋过即马还未找到感染源，所以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要求市场爱休困3天，而且要伫当地设临时的体检站扩大体检。中立的新规国小，真侪人伫排队，更加有家长带囡仔陆续来到现场，因为这间小学有学生确诊，学校赶紧来开设采检站，予全校学生来进行采检。排队的人一路排到外口，有新规国小新增加学生确诊，学校19赶紧安排同学甲家长来检查。
接到这样讯息，我们加强我们的环境的整理哈，因为我们寒假的所有的营队、所有的活动，在我们停课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暂停了。展开采检的以后，电脑的大工大厂林宝因为表示三个无同部门员工较紧，为着避免工作场所互相熟会扩大，全厂1559人也进行第2摆 PCR 采检。这波疫情对风电公司到林宝变电厂、连锁电子厂员工救活着，其中在杨门姚某电子大厂也出现员工确诊。因为他上礼拜有去西体跟家人用餐，那过程当中就好像就是被染疫了。全公司采检，700人采检，全阴性。厂区大消毒，除了一个生产管理部职员去画着，其他员工将近700人初步检查全部是阴性，规划300名员工直属分流上班。桃园的确诊一直爆出来，这阵北地的大南市场更加出现感染源不明。初步调查，甲现有互相熟的案件无关的排单的人确诊。传播的途径还无法确认，那因此我们决定休市3天。市场来进行大消毒，就算市场地文才强调，确诊的这个排单的人生活真单纯，验过市场的人来去真复杂，也下令一日起有风险休息3天。这阵年最特别高啊，桃园的人流经济系统也增加新的景点。当然有用。如果说人潮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错开。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多大帮忙，安全性做好比较重要。像我们这老人家就不需要。新增加老街区研发部多这4个景点，已经有警示灯号看急时的人流。民众看法无同款，不过桃园的疫情无较厉，要甲病毒动起来，当然爱更加用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咱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一般，是因为自本2国拢无本土疫情，严格即阵秘鲁嘛出现本土病例，而且快速的增加。新光病院按算1月2日会派医疗团队送1万剂的快筛试剂，加一寡防疫物资去协助秘鲁控制疫情。对这个疫情，事实上发生的非常的快速，在星期一才知道这件事情哦。那所以我们也快速跟国流方这边联系，预定明天下午会来举行这个视讯的会议。那针对他们的疫情做进一步的了解。根据秘鲁卫生部的通报，昨昏是新增加22个人确诊，目前因的确定病例有189例。长期协助秘鲁的新光病院，即马已经有甲秘鲁召开过2届医疗的视讯会议，嘛拍算要做防疫医疗团，伫1月2日要出发，要去斗3天。疫情指挥中心讲，伊嘛会甲秘鲁开视讯会议，了解当地疫情，搁进一步看讲这旅游气泡相关的防疫措施、检疫措施，敢爱做调整。其他消息来关心，要挖年啊！花莲市区伫早暗有人去抢银楼，有一个查甫人是骑电动脚踏车去中山路某一间金仔店，伊假先讲要买金仔，店员有提出一卡价值2万的金手指出来，对方抢了就做伊走。目前警方为了调沿路监视器，当地抓人。警方监视人员伫咧店内外详细搜证。伫花莲市这间银楼，19暗7点外发生抢案，一个查甫人骑脚踏车来店内讲要买金仔，店员摕一个金手指互伊看，无想到讲伊物件塞就向外口走。查甫啊，查某。有看过这个人吗？顶我捌抢金光环，因为警察都有在啊。往中山路、中正路的方向。徒步吗？还是骑车？他骑脚车。他脚车刚好故意停在那个柱子。所以监视器照不到。业者赶紧报警，被抢走的金手指差不多4钱重，照这么回收黄金的计较，业者会损失至少2万以上。警方收集店内资本，希望赶紧找到嫌犯。目前警方积极的调阅相关监视器，已经掌握一个特定嫌犯的特征，目前在全力缉凶当中。花莲中山路甲中华路附近有几多间银楼，互人叫做银楼一条街。这几年常常传出抢案，这间银楼伫咧2018年8月也发生过金仔被偷摕，共一条路的银楼2019年7月也被抢过。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影响，这方面的雨水有较高。气象局有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虽然伫苗栗，敢若9度9。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水气也是真高，这方面的东半部会落地渐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落雨嘛较明显。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若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甲9度9，暗晡日时各地就会回温，温度是14度至27度。尾仔开始水汽又搁会增加，拜五、拜六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有局部大雨。那礼拜开始，搁有方面会到位，落雨范围搁会变快，到后礼拜一水汽才会减少。要过年啊，真侪人会买花，暗过花农真正是烦恼疫情会影响饲草，所以有减种。除此今年过年产量较少，花的价销就变较贵。那枣仔甲莲雾是因为去年8月份落大雨，产量嘛有减少，暗过目前的价销算是稳定。走入花卉专区，目睭看到的拢是各种真水、真稀奇的花卉盆栽。旧历年要到了，不少民众特别来遮景，也有民众注意到部分花卉的供应量变少。我拢一定爱买菊花，今年感觉菊花嫌贵少。可能因为去年疫情稍微有影响，所以今年啊，他们的供货每一种花卉好像过年应景花卉都产量少了一些。业者表示，今年花卉产量差不多减少1-2成，所以虎头兰这种应景花卉真侪人买。蝴蝶兰因为抢买，所以价销起1-2成，其他价销是平平啊。那花卉像讲屏东南州的莲雾，因为送到厝通路拓展，明仔载买去同款真好。买气算不错啦。因为那个莲雾它本身红色嘛，讨喜，而且送礼的话，双方都会很满。一粒一粒大粒个水的蜜枣装入咧阿爸准备出货。高雄真爱蜜枣过年前拄啊好是采收期，国内订单就接袂完啊。暗过旧年因为雨季的影响，伊估今年产量减少差不多3成。后来等我甲些花粉洗掉就先讲伊的开花要左果粒调过调较无遐济总然你有调下了，搁9月我搁一阵雨过来。你若调开做小果，因为落雨关系，伊搁落掉。虽然蜜枣甲莲雾拢因为天气减产，不过农会甲果农也表示，目前莲雾的价销并无明显波动，蜜枣一斤起差不多10块，过年前物价比较起来是真平稳。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2当前，新店发生随机杀人，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因为甲伊的牵手、甲伊太太冤家，转举刀落车，随机杀死一个骑奥多摆的查甫人。一审的是凶手是被判死刑，不过二审是认为讲伊有敲电话自首，佮有等警察来，所以该判伊无期徒刑，专案也可会当上诉。来看《联合报》，电信诈骗集团即马是愈来愈高涨。偷摕被害人的个人资料，先去讲落去去报警察换新的，了后办新的了后，再搁摕新的证件、假身份去办信用卡，去领5倍券，甲被害人网络银行的口座内底钱全拢领了，有人损失上8万。来关心自由时报，为着要让民众会当安心过年，行政院即马要求经济部甲各部会爱斟酌物价波动。经济部长王美花昨昏时表示讲，伫春节期间，29年到新历的2月13，水电、天然气、通装的瓦斯，还有油、菜拢未起价。继续关心疫情，桃园机场群聚感染是已经传到校园、传入社区。台北市即马大声宣布讲，2月底进前暂停高中以下校官辅导课程，也有社团的活动。那尾就要改做伫线顶上课，也是延期。那毕业旅行这部分，也有校外教学，这拢爱等到2月底才去看卖。新北市拍算要对咧做，嘛已经宣布讲无必要就无办。桃园机场规定小话拖到社区，搁拖到校园。台北市大声宣布，为1月2日至2月28暂停高中以下寒假辅导、社团、学业活动等，改做线顶也是延期。校外教学毕业旅行拢延后到2月底办理。不过私立的安亲班也是补习班，目前无伫防疫升级的限制范围。新北市嘛同款，宣布寒假辅导、社团活动非必要就延期也是停办，搁鼓励线顶办理。若是毕业旅行，新北市有办理毕业旅行的4间学校拢经法庭也是延期，上北7月推动疫苗护照，中央要伫20宣布疫苗数位证明细节。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对业者要求会比对顾客要求较悬。我们第一步是要求业者，而不是要求顾客，就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这是第一步啊。那当然怎么使用，你知道怎么用，这还是牵涉到技术问题嘛。所以通常是说。中央要怎么跟我们借一些？我们决定，我们知道它的技术层面以后，在某一个技术层面上要怎么做应用，这我们一起讨论。
针对中央第20期疫苗预约平台，一寡青壮年讲要做第3期追加声，拢无法度预约到莫德纳。郭文哲坦白讲，中央分偌济疫苗，地方是负责做。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莫德纳疫苗优先予长辈做。全力在施打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有44万7千剂。那这些我们都是先使用来莫德纳。至于未来的第20期，基本上中央配发给我们的都是 BNT 为主。针对同机场规定烧话，摊到实体餐厅也规定烧话，陕北暂时是无禁止餐厅点来食。记者综合报道。那新竹市伫昨昏有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这个确诊者是伫一间五肉店，甲确诊者坐共岛做伙食饭的一个女性。那伊的囡仔所读的学校即马已经有风声停课。另外，新竹市嘛有5间大学已经宣布讲校园的活动拢取消。新竹市伫一家伙仔死的人感染了后，19个新增加一个，按100-82，是一个30外岁女性。在伊个时阵，有甲感染这家伙仔的爸爸伫盐仔店用餐，做伙5点外钟，互咱可能名单中隔离采检确诊，其中共到食饭的是阴性。伊的囡仔读册的国小也以风险停课1天。那这整条这个路线还不是很清楚。那不过经过我们医调人员相关的一个比对。目前可能有的一个线索，是18082，曾经在1月9号跟联邦银行，相关确诊者的足迹有所重叠。但市长表示，虽然有甲桃园银行员行大过顶塔，不过新竹感染源爱搁查。新竹市政府下晡公布100-82所行大过的所在，发现车9伊捌去IKEA桃园店，甲桃园确诊者行大过同款。10-15有去新竹巨城店，伫影城看电影《蜘蛛人》，下晡也进行消毒。点点心所以当天这一个员工我们全部都有做裁剪那一样这些餐厅停业3天。林立坚表示，目前这个案扩大考虑做伙大的亲人同事，影城同一场的人客拢总97个人进行居家隔离，都惊疫情继续摊开。20开始，各郡社区体检站会当随来随验。新竹市5间大学宣布寒假营队大部分活动拢取消，也是改线顶举行。一定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本来寒假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可以玩的活动嘛。如果今年也停办的话，等于是说我们那个活动已经有3年都没有办。阳明高中大学表示，除了营地全面取消，其他各系学会办理的体验营等也会退费。清华、宪宗、中华大学等也拢请学生囡仔爱注意取消的公告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嘅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5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8005例。中国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9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6800万例，印度超过3700万例，巴西超过23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已经超过15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1400万例。继续关心英国首相强森19日时，伊是表示，因为英国的疫情有转好，所以是决定对后礼拜开始，美国强制要求民众一定要挂喙罨，还有一寡防疫措施嘛要甲取消。不过有专家是认为讲，这个决定太过匆忙，应该豆豆放令较适合。As a result, from the start of Thursday next week, mandatory certification will end. From now on, the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asking people to work from home. That once regulations lapse, the government will no longer mandate the wearing of face masks anywhere. We will trust the judgment of the British people and no longer criminalise anyone who chooses not to wear one. 英国首相强生19讲，秋冬防疫备案比计划会解除限制，唔免提注册证明，唔免看喙罨，严格建议人做室内也是爱挂。That infection levels are falling in England,
And while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ere case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rising, including in primary schools, our scientists believe it is likely that the Omicron wave has now peaked nationally. 虽然英国的确诊数依然真多，不过过去一礼拜，每天新增加确诊数减少38.9%，确诊大院的人数也开始下降。厂商认为，拢是因为注射计划甲公众的配合。在欧洲真侪国家当天方便情形之下，英国行无同款的路，用比计划争取时间，尽量让民众自加强射。怎么2/3拢做过？不过有专家讲，这步行伤紧。What was it? 94,000 cases reported yesterday. But these are very high infection levels. The NHS, whatever you say, i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at the moment, and we're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专家认为应该再加观察几礼拜，分析数据了，结果取消相关限制会较好。怎么民众若开始放松，疫情是不是会再压起来？真歹讲。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纽约地下铁顶礼拜六发生一个华人的女性，互人车落去铁基路，转互车搞死。甲人车落去的这个游民有去自首，警方是认定讲这是随机杀人。这个事件嘛，虽引起美国的亚洲人拢真愤慨。伫咧追思会，亲友以歌曲怀念不幸被杀的铁基路身亡，叫做米歇尔·四五的华裔女子。I know we are all heartbroken that Michelle's life was cut so short, but what does make me happy is that I know Michelle lived her life to the fullest. Michelle, we will miss you deeply. 代志发生伫咧纽约世贸广场地铁站，15早起9点外，40岁四五的女子伫咧月台等车，列车要入站的时阵，有一个61岁非洲的移民马修突然间走到伊后壁，雄雄甲伊杀落去铁基路，互伊被驶入来车撞到，当场死亡。马修尾也向警方自首，当伊互人以立即谋杀罪以上的时阵，竟然向记者吐喙汁，变小鬼仔面，讲家己是上帝。警方发现马修8几多遍被逮捕，目前正伫咧假释，敢若是有精神疾病，认为是随机犯案，并不是受痕犯罪。不过这2年针对亚裔犯罪真多，亚洲的民众拢真惊。Sadly, in New York City, in 2020, while everybody was quarantining, and hate crimes across the city dropped, hate crimes against the AAPI community rose by 800%. In 2021, it rose by 350% at least. And those were just the ones that were recorded by the NYPD. 纽约市长亚当斯也到场向死者致意，伊讲警方会加强注意现有的交通安全，除了关心游民，也会注意精神疾病的相关问题。I'm recommitted to ensure that this will not happen in our city. We have to do this together.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继续关心美国的电信业者要推出5G 的服务，不过这5G 提供的影响惠安，甲民航机所使用的频率有顶塔。电信业者即马是爱先退让，伫机场附近袂使起5G 的基地台。民航机的高度计是有关飞行安全的重要器材，特别是在降落的过程中，机师伫无同的悬度要有无同的处理。现代化的高度计运作原理敢若亲像纯的声纳，所以必须动用无线电频率。Altimeters use they operate wirelessly as well. They use a spectrum of the radio band that is fairly close to this C-band section of the spectrum that is used for this new 5G service. 大体上来讲，5G 的无线电频率分做外群4G 的低波段，搁再来是中波段。频率是在2.3到4.7 GHz 中间，再来则是频率对12 GHz 到40 GHz 的高波段，也是通称真做 K 波段。正义焦点的4波段频率在4到8 GHz 中间。高波段频率真悬，不过服务范围是相当有限。低波段的范围较宽，也不过上网速度偏低，所以现行的5G 服务普遍是以中波段为主力，频率是在3.7到3.98 GHz， 相当我国民航机高度计使用的频率，也就是4.2到4.4 GHz。包含联合航空加美国航空业者指出，若是电信业者按照这个计划启用在机场附近的5G 的基地台，恐惊有4%航班会面临高度计受到干扰，甚至被迫来取消。American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but in this country, and indeed I think mostly in Europe, there hasn't been a recorded case of any interference in what's called an altimeter. That's a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the height above ground. 欧盟伫2019年就制定这标准，甲有机频率限制在3.4到3.8 GHz 中间，比美国有机频率较低，也更加会使区隔有机的服务甲民航机的高度计。路透社分析认为，电信业者让步只是短期的办法。长期来讲，主管民航业的联邦航空署必须来设定机场附近的有机的基地台频率标准才会用的。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东加海底火山大爆发，引起大地震甲大海中。美国 NASA 是指出，爆炸威力是超过广岛原子弹的500倍。来关心德国前总理梅克尔顶个月落任，目前伊是拒绝联合国的职务，伊讲伊想要好好享受退休的生活。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上任要满1周年，民调的满意度落到剩37%，若无及格，各方批评是上软者的领导人。来关心今年底县市首长要选举，风声讲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过年过伊就要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有建议讲，国民党甲民众党爱合作，民调谁赢谁出来选。不过郭文铁是表示讲，就算哪力两大党要去合作，民众党卖选赢。2022台北市长的选举，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奉看作是上届有机会替国民党甲首都赢倒转来人选。10月中昼，伊请哪爷名嘴食饭，讲成这了后会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蒋万安出面说明的时阵，是无正面回应到底敢会参选。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如何让台北市及早做好准备，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各项挑战。所以在吃饭过程当中，大家都有提出很多的建议和想法，我就聆听大家的意见。台北市长郭文哲今年任期就要到啊，外界对副市长黄珊珊接受参选是真有信心，因为黄珊珊也是亲民党籍，有风声讲民众党内底有无共的声音。不过郭文哲要当大家面，甲黄珊珊相挺，讲选市长无党籍真好。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是发出南北合作，蒋万安甲黄珊珊的民调谁赢，谁就出来选。我是很诚恳的建议蓝绿合，这个比较切，而且他们有实际的合作经验，应该会合作得很好。市长，这样你们白会被夹杀掉蓝绿合？我们会一个就单独打败的蓝绿合。各位做事情好吗？不要每天逞口舌之快，好吗？谢谢。民进党中执会通过六都市长的人选，又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定调提名。目前较有受到讨论的人选，有前副总统陈建仁，甲前台中市长林佳龙，谁会代表民进党来参选，受到大家关注。我们被点名的每一位，在防疫、在经济、在地方治理、在各式各样的领域上，都有他的贡献。那民进党未来不论推谁，我们都是一个团体战。那绿白三边的人选拢还未定案，不过各方的势力拢渐渐在布局，希望当选了这届首都的市长。记者综合报道。那关系大新竹合并的地税法，昨昏伫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进行审查。国民党甲民众党是积极讲修法的规定赶紧，无共识，而且嘛无行政院的版本。那民进党尾是为着要互总预算案会当量早顺利通过，是有落软同意讲开临时会时白排地方制度法的修法。民绑架立法院，拖欠民绑架立法院。哪里互相批评，对地方制度法修法无共识。国民党立法党团透早6点外就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占主席台，到9点一定开会时间，委员会轮值主席民进党籍吴基明也是无到上台。民进党立法党团捌离开委员会，暗过10点过转来到委员会，双方继续对呛。人民最大，不是民进党最大，也不是柯建铭最大，更不是林智坚最大。为了化解乱象，民进党团总调郭建铭表达善意，下晡2点亲身到内政委员会邀请国民党团参加调研协商，因为还有总预算案卡关，最后民进党团让步，临时会卖审地方制度法，换预算会当赶紧顺利通过。应该要提出行政院的版本，这个我相信经过行政院院务会议的讨论。院会讨论呢，会比较完整，也比较完善。他们就是反对地治法，怕他们所有的调咖、所有黑金的通路全部断手断脚而已嘛。那你可以主张这样，我可以主张这样，让社会公平。
新竹出来的关建明也再次强调，新竹市发展已经出现困难，不过国民党团也希望地方制度法延后审查，会当互各界为更较侪角度来思考，找到对国内地方自治发展上适合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那立法院最近咧审查年度的总预算案，国民党团有提案要减少台基台委托华视做节目的补助款，而且要求华视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合作要重点，佮要求华视要检讨哪伫偷咧了钱。华视的总经理伫昨昏开记者会批评国民党插手新闻自由。立法院国民党团要求华视检讨停止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合作关系，而且提案提减甲冻结台语频道委托华视制作节目的预算。不过，华视总经理郑宏嘉表示，这有插手新闻自由的嫌疑，要求国民党提案无着举办记者会，引起国民党愈不满。华视19举行记者会，批评国民党插手新闻自由，嘛讲家己无迄个才调，会使威胁上大的在野党。昨天我们去立法院跟国民党党团的办公室去协调预算的协商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说明了，其实我们去年跟事实查核中心合作的这个约就已经终止，因为这已经牵涉到新闻自主的一个底线。我希望他们能够撤案。媒体会关心的，我的去留，我来华视担任总经理是遴选产生的，我的去留，我要跟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的决定我都会接受。国民党表示，提减台语频道预算是因为自过去华视的采购流程有问题，才会提案，而且说明迄条补助是补助予华视制作台语节目，虽然可能伫公司台语台播出，但是无牵涉台语台。文化部108年的9600万的这个预算给华视做这个节目没有按照政府采购程序直接的分配，私相授受给5家公司8700万。109年华视也是制作相关的节目，然后这个是做台语频道的。好，他这个采购案里头被质疑评审委员与特定厂商私下往来。国民党表示，郑宏嘉若对提案有意见，应该提出说明，无应该以开记者会威胁党团，批评这是插手立法院运作。不过郑宏嘉表示，国民党以政治插手新闻，开记者会是为了说明华视对新闻专业甲自主的坚持。记者郭不君张水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社道的开发案，昨昏是伫台北市政府进行宽评审查，反对开发、甲支持开发的民众拢有够贵。尾后经过3点钟的讨论，宽评委员最后是决议有通过。即马反对开发的民众开记者会，讲因未来要行法律，主张撤销宽评的结论。反对社道开发的居民，加银纸规大把也去空中。自救会不满台北市政府19举行社道宽评审查，也是无插因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执意要推动区段征收，所以讲拢是台北市长郭文哲。他为了配合财团碾压民意，我们认为他已经没有那种民主精神了。他的精神意识，我们就是用民间的传统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居民不满。下车道，那个蛋，下车道。市政府另外一边有支持区段征收的社道居民，由部长呼吁赶紧通过审查。希望这一次就是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环评，然后呢，赶快把安置的部分送到内政部，让我们这里安心。宽评会早起9点半举行，34个民众登记发言。最后，宽评委员会认定相关计划甲恢复，会当预防甲减轻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案件通过审查。会后，台北市地政局长张志祥亲身向宽评委员说谢。不过，反对开发的在地居民甲宽团组织伫市政府外批评开发案，不管反对意见，无顾干道地区水灾风险的问题，因要用法律的方式撤销宽评结论。里面有诸多的瑕疵，会带回去做研究之后呢，针对这些瑕疵提起诉讼。这届审查，台北市政府出动大阵警力，场外抗议民众和警察围调的，空往会议室的出入口拢有设关卡，进行高规格维安。本案第106年前2届宽评，拢总经过10届审查。台北市地政局是讲，宽评过关了后，是开发案会当继续推动的重要关键。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科学电工所最近伫景点的石鼓湖附近有放4个货柜，不过呢，互民众是检举讲这是违章。中华县的建设处即马要求电工所爱家己去甲拆掉，不过这两个机关即马对违建法律的条文见解无同，引起争论。中华县溪湖镇的石鼓湖环境是真清又真水，当地无厝社区是客家庄。客家委员会去年捌补助1032万，予溪湖镇公所，因展开孙客庄亮点计划，其中设置4个货柜厝放伫湖边，予游客会当来休困，嘛提供予社区放摒扫的工具。不过，煞去民众检举讲是违章建筑。它有定着在固定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依照建筑法第4条去认定，它有顶盖，然后也开门窗，好，然后它也有人在街使用的行为。好，所以我们才会认定它是违章建筑。中华县建设处表示，以建筑法第4条的规定，放伫遐迄个货柜厝，防止定是违章建筑，要求电工所都要限期拆除。不过，溪湖电工所认为讲，照内政部营建署的解说函，货柜厝爱有民众有咧住的事实，而且固定伫个土地顶悬或者是地下，才算是法规认定的违章建筑。不过，这4个货柜厝，敢若是放伫遐尔，并无固定。后续会先找这一件那个建筑师来确定说他当时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量到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假设说他已经确定说认为这不属于建筑物的话，我们还会再跟，因为现在已经到县府了嘛，那县府如何认定，我们会再找建筑师然后洽县府说，如果有相关程序问题，那我们就是要配合改善。有违建的疑虑，就是要想办法处理，就是去厘清说到底情况是什么样子。溪湖电工所强调讲，20会甲建筑师、营造商甲地方的民众做伙去会勘，理清当初设计也有申请的流程敢是有问题，而且讨论敢要改造休闲农业设施来送审，等收到县府的公文了后才做决定。也若县府是要求公所伫2月初10前爱拆掉，若无就会立管强制拆除。记者综合报道。新长者的生活加减拢有一寡无方便，若是做妈妈，阁要顾囡仔，阁要顾家己，挑战阁较大。屏东县政府即马有推出计划，招新长妈妈做伙交流，毋但会当消脱因的压力，嘛当互相提供请养囝子的经验甲资源。他的话其实都还算可以，只是有的时候像剪指甲，或者是他不小心抓伤了，有一些细小的伤口，那些我们没有办法及时去发现。新长者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会拄到无方便。若是生囝做妈妈，若爱解决家己的问题，更加爱面对照顾囡仔的挑战。屏东县政府推动屏障妈妈応援團，將新障媽媽靠到陣，互相扶持，做伙克服困難。我就不受限于我的障碍，穿着我的增高鞋，然后带着折叠椅，到处参加活动。就是期许自己可以分享育儿相关的经验，因为可能都是身上有一些障碍，所以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就会有改善的方法。这寡新障妈妈透过分享生育囡仔的经验，唔但是消透心内忧虑，嘛互因会当互相参考做法。屏东县政府也积极来提供针对新长者的医疗照护服务、生育资讯、加课程等等，让更多的身上妈妈还在裹足不前的话，可以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妈妈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公部门很愿意在各种的育儿指导上面、月子的服务，那以及在生育过程里面的各种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新障妈妈応援團的交流過程也翕做紀錄片。屏東縣政府希望透過影像，促進社會重視新障族群的處境甲福利，也收集這寡媽媽所分享的經驗，未來要更加改善相關的政策。記者綜合報道。那屏東的民政局長是一直攏在推廣航太教育，而且有開做查飛行機的課程。開這課程以來，鼓勵學生囡仔去參加比賽，已經連續6檔，近擺參加比賽攏有得獎。桌頂所擺列的查飛機，攏是屏東民政局中3年學生黃君步的作品。其中一隻，佫是正經參加全國手彈機比賽，直接佇現場製作，經過特線、飛懸、飛遠等關關考驗，得到特優獎第1名的作品。做這個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像是在比賽的時候的經驗，就是你要去看風向，然後再就是磨這個翼面的時候的力道要控制。
非常多的手作技巧。黄军部所制作的茶飞机，伫全国赛空中飞远、空中飞旋的项目，拢是摕到满分，而且伫空中飞旋2届拢飞超过20秒久，甚至佫拼过高中组第1名的纪录。假设风从这边来，我们会往右一点点出手，然后丢越高，它基本上下来，它如果盘旋的话，它就可以飞越久。所以当时我应该是有丢到4、5层楼高度。指导老师表示，茶飞机要飞久，并飞远佫较艰难，出手的方向、角度、甲力度，拢要有十层的考虑。因为黄军部美术的基础，真靠手工磨技术啊，甲机身的配动调甲真精准，才有精彩表现。他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出问题，然后呢，甚至呢，他最后想要挑战老师教给他的理论。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的手工能力呢，科技的那个实作能力非常的强。可以几乎说是达到老师要求的完美的地步。学校又强调，目前逐年拢有开茶飞机的制作课，对一年就开始和学生学做茶飞机，而且鼓励学生参加比赛，希望透过无论学习、比赛过程，继续甲台湾航太教育根基拍好愈在佮愈深。记者综合报道。伫要休寒，伫高雄是有5间国校啊，因是咧推动利用手机 APP 来做运动，而且会当透过 AI 体感互动，互囡仔知影这运动的姿势敢有正确。伊是希望囡仔休寒伫厝内，唔通干那伫顾看电视、顾耍手机啊，嘛爱加减做运动。3秒钟的定位的话，就可以抓到我们的骨骼点。囡仔对电视顶悬的教练做伙练跆拳道，画面会显示姿势敢有正确，而且佫会拍分数。唔但有跆拳道，嘛会当练跳舞，拢有专门的教练。AI 体感互动体验，学生感觉真趣味。不过，若是问因电视运动甲实际去外口运动，倒一项较好耍咧？我会觉得实际上跳舞因为这样子就可以不用看着荧幕，眼睛会比较好。如果太无聊的话，一直看手机也是不好，所以可以来用这个程式下载。高雄市府甲业者合作，打造这个线顶的健身平台，有真侪运动，互12岁以下囡仔体验。只要用手机啊 App， 会当接电视，囡仔休寒踮厝内，嘛会当甲厝内人做伙运动兼防疫。目前高雄有5间国小试办。阮是为顶礼拜开始，就是阮体育课的老师，会放那个下载 APP 了后，互小朋友体验那规班拢会当做安尼。大家做伙对教练做运动，真热烈嘛真趣味。不过 AI 体感互动，互囡仔休寒加一种运动选择。市府拍算以后会当全面来推广。记者邓亚文、外围做高雄报道。再来关心时段，这种话，伫嘉义县老人人口的比例是全国上悬，而且有18县乡镇内底超过700间庙。近摆有宗教活动的时，真侪时段也是行动较无方便的人，就需要无障碍设施。县府即马这2年配合宗教团体，有补助无障碍设施，按算伫今年底进前的计共300间宫庙，拢会有无障碍设施。坐轮椅已经25档的陈先生讲，以前一个人上庙时，上侪敢若有法度到庙埕，即马总算会当鼓励去庙内底拜拜。我受伤安尼25档啊，拄头仔惊入去庙内甲先拜，感觉真好。嘉义县政府补助庙宇设置无障碍设施，去年已经有160间完成，按算今年会当到300间。希望行动无方便的民众甲时代，要去庙内底拜拜，会当更加方便。我感觉食老了吼，艰苦命，讲实在吼，有时啊心灵是一个足大的安慰。包括因为拜拜，我感觉是看来会较平静。所以我感觉讲啊，嘉义县的老师多遮尔较济，啊嘛有足侪人拢坐轮椅，行动无方便。过年拢只老人爱用到，所以唔得来坚持吼来做。嘉义县政府先针对人较侪庙来设无障碍设施，一寡空间较矮，也是高级的庙宇，嘛用活动式的无障碍设备，希望行动无方便的时代甲民众，宗教信仰的基本权益会当受到保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镜头来国外，澳洲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大欠工。澳洲即马是赶紧向国际学生，也有想要去澳洲度假做散工的国际朋友客一手，讲会使提供免签证费用这款好康，欢迎大家去澳洲哪做事哪度假。
台湾伫咧甲奥密克戎混战的澳洲，最近阁拄到一个困难，就是隔离人数增加，造成产业欠人。为了要增加劳动力，澳洲政府19宣布会取消国际背包客甲留学生的签证费。What we will be doing is we will be rebating the visa application fees from all those who arrive today and going forward for students over the next 8 weeks. And that is a fee of some $630. 国际留学生若是伫咧所落来8礼拜到澳洲，就唔免纳差不多12000块台票的签证费。背包客的限期更较长，未来12礼拜拢会当免签证费。有计有175000人会当享受到。希望鼓励因来澳洲读书或者是度假时阵，也会当工作补充能力，特别是医疗保健甲老大人的照护这块方面。And my message to them is, come on down. Come on down now, because you wanted to come to Australia, you've got your visa, we want you to come to Australia and enjoy a holiday here in Australia, move all the way around the coun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join our workforce and help us in our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our hospitality sector and so many of the other parts of the economy that rely on that labour, that workforce right now. 总理莫里森也希望地方政府取消国际劳工隔离的要求，让因赶紧工作。澳洲目前因为 Omicron 带起的比例创新高，10倍死亡人数也创新纪录，疫情严重，产业欠人，也和商品的供应出问题。有一寡店卖的生活必需品就要限量购买，这未到是无够卖。公司新闻自反零编辑。天气寒，身躯洗少少就较袂寒。毋过伫叙利亚，因为内战的关系，欠水、欠电、欠能源，想要伫厝内洗温水、浸烧水，无啥可能。所以因即马会烧少斗阵去公共浴间啊。即个所在即马毋若是洗温水间尔，嘛已经成做互相交流的另外一款社交场所。这阵汤北体查甫人伫咧一间古早味的公共浴间内面唱歌跳舞。对住伫咧叙利亚北部大城阿勒颇的民众来讲，洗烧水是人生正快乐的代志，因为正常常停电，厝内若有烧水通洗时阵，拢爱留互某甲囡仔。查甫人拢走去公共浴间洗身躯。عبارة هي عن تسلية وهي لنتغسل أنا والشباب وأنا أكبرهم سنا وجايين ننبسط باعتبار شوي الوضع عنا مضغوط وغاز ما متوفر والوضع شوي بالنسبة للتدفئة سيء. الله حمام البيت يعني بتخلص ب5 دقائق بس حمام السوق بدك 4-5 ساعات يعني بتاكل وبتشرب وبترقص وبتسلى يعني من كله يعني. 阿勒颇老城原本有50间传统的公共浴间，不过经过战争了，即马只敢剩10间，还阁伫咧营业。像这间是14世纪起的，有圆柱顶加拱形的通道，照伊斯兰的风情。内遮除了会当浸烧水，还阁当用桑拿式加按摩式。有服务人员替你抓铃，甲你皮肤的死皮抠掉，身躯洗好了正舒适，就大家就来食饭。 حلحل التعب كله بقلب غرفة الساونا وعندنا جوا مكيس بتكيس بعمل مساج وبطلع لبرا بشرب نفس أرجيلة وفي عندنا مطرب كمان بتسمع بنبسط أجواء طربية يعني. 阿勒颇传统的公共浴间，即马正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必需品。真侪人逐个月拢一定会来1-2遍，和公共浴间的业者生意加正好。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辑。 后面即马是按算要甲核能，还有天然气来做绿色的能源。不过后面的成员国有人买，有人唔。亲像奥地利就真反对，而且放调讲，总讲后面硬要通过，安尼就用法律来论输赢。后面执委会有意甲核能甲天然气发电列做绿色的能源，对此奥地利表达强烈的反对。环境部长格威斯勒表示，若是执委会投票通过甲核电列入绿能的投资清单，奥地利无排除要采取法律的行动来反制。 Fossiles Erdgas ist CO2-intensiv in der Verbrennung, setzt Methan frei im Transport. Die Nuklearenergie hat alle ihre Probleme aus dem letzten Jahrtausend nicht gelöst. Beginnen wir nur bei der Frage der Endlagerung. Keine dieser beiden Energieformen ist eine nachhaltige Energieform per se und hat deswegen keinen Platz in der Taxonomieverordnung.
奥地利伫1970年代末期就固执发展核电，1978年11月核电的公投反核派小幅胜出的结果，互已经起好而且开高达10亿欧元的紫薇藤核电厂中南北运转过。换一句话讲，奥地利是中南北进入过核电的时代。除了传统的核电厂，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所创办的泰拉能源，也在去年11月宣布，要在美国的怀俄明州小镇凯莫勒来兴建一座新式的核电厂，使用纳冷式快中子反应炉，讲相对较小而且安全，预计要开40亿美金，发电能力达到345百万瓦，应提供34万5000户家庭来使用。Today's reactors are safe, but Natrium is that next level of safety. Doesn't rely on any outside sources of power to keep the reactor safe, following some unexpected event. There's design differences too. 另外，上面最近瑞典几哪座核电厂，包含福斯马克、林卡尔斯加奥斯卡萨核电厂，连续出现不明的无人机驶来驶去。水电公安局这情报单位已经开始来调查。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在镜头转过来，上新的消息要提醒讲，今年大学学测伫明仔要举行，即届有11万6千个考生，6000万考生报名。今日下晡2点到下晡4点会当开放去看考试场。总共家长要带考生入去学校看考试场，爱磅体温，爱挂喙安，而且敢若会当伫咧教室外口看尔。若明仔正式考试是袂使备考的。另外，稍后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这方面的东半部会落地接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落雨会较明显。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若尾暗仔开始，水气佫会增加。拜五、拜六，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有局部大雨，乡亲爱小心。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至20度。